清純少女星咩旗艦店 Top Sales。90後被形容為叛逆一代，15歲就輟學嘅 Coco 以為晚晚夜蒲投身社會都冇目標，朋友介紹下佢入咗包豪斯做見習員，竟然改變佢一生啊！我初我入嚟呢間公司做嘅時候呢，我記得我係零嘅，乜都唔識。不同牌子、衣物質料、顏色配襯，仲要招呼客人，樣樣要由頭學起。開始嘅時候挫折無可避免，幫佢襯咗好多套，佢都試完可能未必賣，咁自己都有少少唔開心嘅。不過佢好快適應，每月營業額直線上升，由分區小店調到去銅鑼灣店之後，依家每個月營業額達到40幾萬，月薪由6000蚊加到17000蚊。成功當然有代價啦。19歲嘅 Coco 每日工作接近12個鐘。其實我真係好少約到啲朋友咯，同埋屋企人都好少見到面。Coco 老闆黃瑞琳話，集團旗下7成員工係低學歷嘅90後，佢希望透過工作實習幫年輕人建立清晰嘅價值觀。